啊，讲话啊！下一首呢是，下一首是那个我们的女主唱老蛙跟她的姐姐，这么快？就是那么快。Yeah, it's very hurry. Yeah, I got it. 你是咖喱啊？哦，好想你。介绍一下嘛，这样。哎呀，看不出来了，那边灯暗掉好不好？看这首歌姐唱了。不要，姐姐去买槟榔。好了，就当我们姐妹做的歌了，这样。不是我啦。马上撇。你们等一下会后会再问他啦。对啊。哦。好。好。它就叫做《好想你》，谢谢。快啊快啊！时间总是这么快，等一下就最后一首了。好了，这么快。哎呦，表情。
谢。